好，我係沈以恩，祝伊恩。我係香港小童群益會第6屆香港小特首嘅候選人。我參與呢次嘅競選，係因為我希望可以服務社會同埋為兒童發聲，讓政府同埋社會人士能夠聆聽我哋嘅聲音。以下係我嘅政綱。首先，建議每間學校成立兒童議會，因為同學嘅聲音係唔應該被忽視㗎。成立兒童議會可以鼓勵同學踴躍提出意見，加強學校同埋同學之間嘅溝通，令學校嘅發展更加配合同學嘅需要。第二，建議國民教育科喺小學階段同常識科結合，喺中學階段先至另開一科。因為經過我仔細嘅研究，原來小學常識科1至6年級嘅課程已經包括咗國民教育嘅內容，而且學校亦都經常舉行一啲相關嘅活動，例如升旗禮、國民教育日營等等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要應付唔少嘅考試，例如 TSA、呈分試等等。如果再另開一科，就會增加老師同埋同學嘅壓力。第三，建議增加不同種類嘅遊學團。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呢句説話正好講出增廣見聞對同學有幾重要。無論點樣學習課本上嘅知識，都比唔上親身經歷嚟得深刻。係喎，唔知同學又中唔中意上音樂、體育同埋視藝堂嘅呢？我就好中意啦。我知道唔少同學都好中意上呢3科嘅課堂嘅，所以我建議增加音樂、體育同埋視藝堂嘅次數，因為音樂同視藝係可以靈活頭腦、陶冶性情同埋舒緩緊張。喺正規嘅課程下，呢3科真正提供俾同學一個充電嘅機會，令同學嘅思維更加清晰。其實唔單止同學需要充電，就連而家嘅都市人都需要舒緩壓力，所以我建議將藝術融入社區建設。最後，我促請有關部門盡快推行電子書普及化，一方面可以減輕學童書包嘅重量，又可以保護環境，減少砍伐樹木，仲可以配合電子時代嘅發展，真係一舉三得。以上係我嘅政綱。我真係好希望大家俾呢個機會我為你哋服務。請記住投我沈以恩，祝伊恩一票啦！多謝大家。